勇敢湯。哈林是個膽小鬼，他什麼都害怕。晚上只要一有聲音，他就怕得要命。他害怕嘗試，害怕一個人在家，更害怕看到自己的影子。你需要的是勇敢，他的朋友查克說。我知道哪裏可以找得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查克帶着哈林來到樹林邊。他們看到了全森林最勇敢的動物——大熊。他站在火堆旁，正攪拌着一鍋湯。你想要一些勇敢是嗎？大熊問。是的，哈林結結巴巴的回答。剛好，我正在煮勇敢湯，不過少了一樣最重要的配方。你願意幫忙找來嗎？喝了它就會變勇敢？哈林問。那當然，大熊說。但是這趟路並不簡單，你得一個人穿過黑森林，爬上惡魔山，山頂上有一個山洞。你到山洞裏去找一個盒子，然後把它帶回來給我。哈林都吸了一口氣。一個人？黑森林？山洞？他的膝蓋開始顫抖。你比你自己想象的還要勇敢，大熊說。當動物們聽到哈林要去森林冒險時，全都圍過來關心。穿上這件盔甲就不怕野獸攻擊，拿着這籃食物就不怕吃到有毒的水果，坐上這排木筏就不怕遇到湍急的河流，拿着這根木棍就不怕山洞裏兇惡的怪物。野獸？有毒的水果？湍急的河流？兇惡的怪物？哈林嚇得全身發抖。突然間，他想起大熊的那句話：你比你自己想象的還要勇敢。不管了，出發吧！哈林想。他一步一步的走進陰暗的森林。他的朋友們越等越擔心。這趟路對小哈林來說實在是太危險了，他們說。於是大家決定去找他。哈林的朋友們在森林裏發現了盔甲。哦，他受傷了！他們看到了整籃的水果，一口也沒吃。
哦，天啊，他餓壞了。最後，他們看見木筏在河邊漂浮着。哦，不，他被河水沖走了。當然，哈林並沒有受傷。很快的，他就發現穿着盔甲根本走不動。快脱掉它，野獸來了，我才跑得快。他想，所以他脱掉了盔甲。哈林也沒有捱餓。一路上，他發現小動物和小鳥們都開心的吃着黑森林裏的水果。他看到了草莓，這種水果是沒有毒的，他想，所以他放下了籃子，摘新鮮的水果吃。哈林更沒有被水沖走。當他來到湍急的河邊，他看到一棵樹橫跨在河面上，於是他把木筏丟在河邊，然後他用自己的方法小心翼翼的一小步接着一小步的向前走，最終走到對岸。我做到了！他高興的大叫。哈林抬頭一看，惡魔山就在眼前。他折斷棍子，撥出一條小路。哈林看到地面上巨大的腳印。他走到怪物住的山洞了。他心驚膽跳的走進去。不久，他的朋友們在洞口發現那根被折斷的棍子。哦，糟糕！他已經被怪物給吃掉了。當然，哈林沒有被怪物吃掉。他眯着眼往山洞裏看，看到了盒子就在地上。這時，黑暗中一個影子閃過，是怪物！哈林嚇壞了，立刻躲在石頭堆後面。突然，一塊石頭掉了下來，砰的一聲，怪物跳起來大叫：是誰？一個男人烏咇着說：你想要什麼？地面上哈林的影子拉得長長的，看起來就像鬼一樣。難道這兇惡的怪物也怕我？他心想。哈林壓低了嗓音，大聲的說：我是哈林，我是為了盒子而來的。是這個盒子嗎？男人把盒子丟給哈林。拿去吧，他說。請你不要傷害我。哈林趕緊抓住盒子，
衝出洞外，一頭撞到他的朋友。快跑！有怪物！他們拼命地往山下跑，渡過河流，穿過森林，來到樹林邊。最後，疲憊不堪的動物們全都回到大熊的身邊。哈林捧着辛苦找到的盒子。現在，大熊說，把盒子打開吧。哈林掀開了盒子，盒子裡面是空的。哈林難過的說，對不起，大熊，我沒有拿到勇敢湯的配方。你拿到了。大熊微笑着說，它本來就是空的。你是說我走這一趟路只是為了一個空盒子？哈林驚訝的問。你這一趟路並沒有白走。大熊說，你面對了森林，也面對了你的恐懼。你要的勇敢不是藏在盒子裡，而是藏在你自己的心裡。那勇敢湯又是怎麼一回事？哈林問。我叫它勇敢湯，是因為它只給勇敢的人喝。大熊說，我最勇敢了。哈林說，然後高高的舉起他的碗。勇敢湯，作者繪圖瑪麗安·柯卡萊弗勒，翻譯李遠芳，出版者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。